想过厕所可以这么华丽的感觉吗？是呀，哇，你连厕所都用心打造这种法式风格哦。一定要的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你刚刚说象鼻，我要呼应什么颜色？哦，呼应这个墙面的这个左边这个墙面这个法兰西斯米黄的石材。嗯哼，哎，果然有哎，调的有像。对啊，其实你看我平数不大，里面用了很多有几种石材，法兰西斯米黄，然后印度黑，然后主墙的部分是用整面托斯卡尼的那个花砖，这种花砖。对，一般是只有贴在画龙点睛几块局部。对，是的，我这次挑战整面都是这个托斯卡尼的花砖，但其实出来效果真的很不错，很奢华感，对不对？对，托斯卡尼的花砖以外，搭配这个古典的地灯。上厕所可以有这么灯，这么华丽的灯陪伴，还有法式不可或缺的这个威尼斯镜，还有呢，倩宇你看看，虽然不大，这个脸盆整个是雕花的哟，哇，有哎，这个小细节很精致哈，对，那包含你看到的水龙头的出水，这个选配都是双色搭配，然后再者，因为它不大嘛，那甚至那个 tissue paper 的那个抽。我也很讲究 ，yes，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？没错，所以再者，我都是很 care 任何的空间的不美啊等等的小地方你都很在乎。没错，我只能说你在用每一个选的配件，哪怕是每一个小东西的时候，你都让它是像你在选精品的感觉去选挑选，没错没错嘛。然后再者，这边左边这边前面有个降板浴缸，建商原来给的吗 ？No， 它是一个结构体。那原来的那个建商打造的瓷砖，客户不满意，应该不符合这个风格哦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整个打掉以后重来。那因为为了选的这个那个满天星的石材，它是比较好维护的，比较好保养，它属于大理石类的。那左边这边呢，因为客户他喜欢说还泡个澡可以看电视，所以这边呢，我特别帮他选配一个防水型的电视机。防水型的，没错，很薄哎，很薄，超薄。但在施工当中，它要先砍入一点，这个砍入点要先计算好，使用的时候可以配合。OK， 对，这个空间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它一个打造，我觉得打造像是那种。豪华更衣室的方式来打造一个卫浴空间。对啊，因为客户找上我的时候，他就希望它是从里到外都是要非常的奢华。刚刚说了，这个空间是通往客厅，这边就通往它的阳台。哇，它的阳台也还有用心打造哎。是啊，因为客户说，即使是通往阳台的门啊、把手啊，它都是要非常的讲究。这个门把呢，它是符合古典，但是这个门把呢？是极尽奢华，这个也是用施华洛世奇的水钻，去选配的一个手把，我觉得真的就是精品了。对啊，好，其实我们刚聊到是这个空间当中，我们要打造它的那个氛围，我们还是来问一下实用的功能好了，它的防水效果。天花板的部分呢？对啊，其实你看，这是那个塑铝板的防水板，然后一般你看到在外面看到，几乎都是不是白啊就灰啊，就是灰灰蓝蓝黑。是啊，那我这次特别帮他挑选这个芽色的，能够搭配我室内整个氛围啊。OK， 然后经过这个搭配线板啊，起来以后，整个空间感就整个很奢华起来。好，观众朋友啊，看完今天这个空间。如果你很喜欢像这样子比较华丽的风格，可是你又会想说啊，我家的房子不够大，还是想梦想一下就好了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今天这个空间呢，虽然只有7坪，可是你完整的打造了那个要的风格，就是打造这个法式奢华的浓缩版，精华版哦。是啊，所有的元素在空间当中都看到了。对，就是一直穿插着，然后感觉比例上都拿捏的刚刚好，然后让整个空间感。住进来的人都非常觉得哇，非常奢华，然后又觉得很舒服。在这个空间当中，你觉得你自己就是个贵族？没错。OK， 喜欢这样的空间吗？这个空间呢，如果这种风格是你梦想的话，其实努力一下，我觉得梦想应该很快可以实现哦。OK， 非常谢谢我们的设计师哦，谢谢。